母音係 A、E、I、O、U 呢啲係長音，亦都係高音。佢嘅短音係呢啲字嘅頭音 as、s、is、or、as。佢嘅高低中音調係呢英語拼音法嘅5步，第一步係分音節，此音帶母音一個音節，此音帶母音一個音節，此音帶母音一個增節。第二部分係分音律，係唔改嘅，最後3個音節一定係高、中、低 high mid low， 中、高、低，前邊無論有幾多個音節都係中音。第3步拼上，第4步拼下，拼每一個音節嘅程序都係母音加尾音再加頭音。母音係 e、r、a、e、o、係 e。C 喺一個音節後邊係讀硬音 K、卡、k， 佢嘅尾音係 k。E、T、塔、t， 佢嘅頭音係塔、所以佢嘅低音係第2個音 ，t 就出嚟啦。S 係5不改 ，S、Z、F、V、J 係改唔到前邊嘅，所以前邊就讀佢先讀佢嘅短音係 E。M 麻佢嘅頭音係麻咪，中音係第3音係咪。母音係 I 係 E。M 麻係佢個尾音係T 塔 t 塔係佢頭音，塔音，所以呢度高音係第1個音 Tim mid 母音係 O。P 爬 p， 佢嘅尾音係 p， 所以變成第3音係 Tim mid optimistic。拼下邊啦，呢度都係中音冇得改，呢度都係低音冇得改，呢度係高中，呢度係變成中高。添中音係甜，咪係咪，甜咪 optimistic。第5步係用2個比較方法，第一個係讀下佢哋 optimistic。我諗呢句咧 optimistic 係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，所以 optimistic。第2個比較係比較2個高音喺邊度出嚟嘅地方比較高，呢度係 Tim， 呢個係 Mi。
team in team 喺呢度出嚟 team 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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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喺比較高嘅地方出嚟，所以呢個嘅讀法係比較啱嘅。兩個比較都係下邊個讀法型，所以係 optimistic。Despite setbacks, she remained optimistic about achieving her goals. Despite setbacks, she remained optimistic about achieving her goals.